精華三士淘爆料，可以見到呢調酒師呢一個時裝俾人嘅感覺，原本同海報係差好多好多。粉紅色係取代咗原本嘅顏色，再增添咗一啲幻彩嘅感覺。而可以見到佢嗰個手持物亦都係同樣有呢一種嘅感覺嘅，所以感覺終於對得住限定金啦。到紅蝶嘅時裝啦，今次到紅蝶嘅時裝唔只有櫻花嘅感覺，仲有水晶好似糖流出嚟嘅感覺，非常之唔錯嘅。如果建莫斯唔會整錯嘅話，感覺無疑一定係一個好好嘅時裝。而搬日上就要睇建莫斯發揮啦，因為佢周圍都有嗰種散落嘅水嘅感覺，如果做得唔好，就會好似上次咁好僵硬噶啦。我值得一讚嘅點就係面具嗰個部位變咗做一種反面，係兩面睇都可以見到有面，非常之唔錯嘅設計。最後慈善家嘅時裝喺海報，因為俾隻手遮住咗，都見唔到心口有個空洞。雖然設計係用翻平時嗰啲歐式風格，但係後面有兩個披風，就好似喺舞台嗰度表演咁，仲算係有多啲設計。最後就係手電筒嘅設計，感覺俾人嘅感覺係好似嗰啲舞台燈咁，都算係唔錯啦。今次嘅設計大概都係算係幾靚，喺海報呃咗咯。